為咗向逝世20週年嘅亡兄兼前 Beyond 主音黃家駒致敬，特別舉行歌唱。家強除咗獻唱歌曲送俾亡兄之外，家駒嘅歌聲亦再次喺台上出現添。有時候，喺我音樂裏邊，或者我音樂嘅路裏邊，我其實都覺得自己係唔夠嘅，好多嘢都學緊嘅。譬如同我一齊成長嘅哥哥一樣。佢教咗好多嘢，但係佢冇教到我路，佢只係教到我一半。以後嘅路就係我自己去行。咁我要永遠都要諗緊佢曾經講過乜嘢，令我可以繼續向前行。所以我希望佢今日嚟到陪我一齊唱呢隻歌。家強呢晚除咗同家駒再次跨時空合唱之外，亦請嚟黃耀明、任賢齊同盧凱彤擔任嘉賓，分別喺台上合唱紀念家駒。家強嘅日籍太太同大仔前緋聞女友殷楚善都有去到撐場。雖然歌唱得到咁多人支持，但最遺憾嘅就係獨欠前 Beyond 另外2位靈魂人物黃貫中同葉世榮參與演出。最近更有報道指家強同阿坡嘅關係日趨惡化，仲掀起網上罵戰。不過種種是是非非都冇影響家強呢晚嘅演出心情，更獲台下歌迷力撐添。其實我覺得點解紀念人都咁，唉，唔好講。明唔明啊？你哋明就好，明我唔講，明就唔講，聽歌。係。